自2026年7月23日，每日圣安宫读经，花伫外衫下面的危机。圣经咱做伙来听读，列王记下卷14章第10到29节。现代台语版圣经列王记下卷第14章。约阿斯的囝以色列王约华斯第2年，约阿斯的囝阿玛谢开始做犹大王。伊继位的时25岁，伫耶路撒冷做王29年。伊的老母叫做约雅但，是耶路撒冷人。阿玛谢做上主看做好的事，毋过无亲像伊的祖先大毕，伊犹原照伊的老爸约阿斯的所做去做，无拆毁山头坛，人民继续伫遐献祭烧香。阿玛谢的王权一个坚固，就将杀死伊老爸犹大王遐人神处死。毋过伊无杀死遐人神的囝儿，是照摩西律法一切所记载上主的命令。毋通因为囝儿的所做，甲老爸处死，嘛毋通因为老爸的所做，甲囝儿处死。逐个人着因为家己的罪死。阿玛谢伫盐的山谷杀死以东人1万，搁公主西拉，甲伊改名做约帖到今仔日。迄时，阿玛谢派使者去见耶户的孙约哈斯的囝以色列王约华斯，讲：来，咱来战场拼输赢。以色列王约华斯派使者去甲犹大王阿玛谢讲：黎巴嫩的草刺找使者去见黎巴嫩的碧香树，讲：你的查某囝互我的囝做某。后来，黎巴嫩有一只野兽经过，甲草刺吞踏。你已经赚赢以东，心就骄傲爽势。你踮恁兜享受你的阳光就好。若要惹灾祸，互你本身甲犹大国做伙灭亡。毋过阿玛谢听袂落去，以色列王约华斯就上来，伫犹大的伯示密，甲犹大王阿玛谢交战。犹大互以色列拍败，逐人走倒去因兜。以色列王约华斯伫遐掠着犹大王阿玛谢，过来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对以法莲门到甲门约200公尺。约华斯将上主圣殿甲王宫的府库所有的金银甲器具拢摕去，搁掠人做人质，才倒去撒玛利亚。约华斯其他的事迹，伊的所做甲成就，以及甲犹大王阿玛谢交战的事，拢记载伫以色列列王史。约华斯转去伊的列祖遐，甲以色列遮的王做伙安葬伫撒玛利亚。伊的囝耶罗波安2世煞接伊做王。约哈斯的囝以色列王约华斯死了，约华斯的囝犹大王阿玛谢搁再活15年。阿玛谢其他的事迹拢记载伫犹大列王史。伫耶路撒冷有人计谋要害阿玛谢，伊就逃走去拉结，因派人入到拉结，伫遐甲伊杀死。人用马将伊的尸体再倒来耶路撒冷，将伊安葬伫大卫城列祖的墓地。犹大的人民设立乌西亚煞接伊的老爸阿玛谢做王，迄时伊16岁。阿玛谢王转去伊的列祖遐了后，乌西亚收回
以让他归属犹大国，搁甲伊受戒。约华斯的囝犹大王阿玛谢第15年，约华斯的囝耶罗波安二世伫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伊做王共41年。伊做上主看做歹的事，无离开尼八的囝耶罗波安的路，互以色列人陷落罪。伊收回以色列边界的地，对哈马隘口到死海，拄拄照上主以色列的上帝通过伊的仆人加得希弗人阿米泰的囝先知约纳所讲的话。上主看见以色列人，无论是自由的，还是无自由的，拢受极大的苦难，嘛无人帮赞因。上主决意无要对天下撤销以色列的名，就通过约华斯的囝耶罗波安二世解救因。耶罗波安二世其他的事迹、伊的所做甲成就，以及伊安怎交战，安怎将以前属犹大的大马士革甲哈马收回归属以色列，拢记载伫以色列列王史。耶罗波安二世转去伊的祖先以色列遐的王遐，伊的囝撒加利亚续接伊做王。华丽外衫下面的危机，国家分裂是上帝的子民无法度和睦动机的延伸。对该阮胎死也必开始，就展开这场无止境的兄弟纷争。虽然12支派分裂做南北两国，但是伫列王记的作者，也就是申命记学派的眼中，因当属阿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后代子孙，是上帝的选民。因为安尼编写列王记的作者，交互描述两国的历史。混乱的历史片段发生伫北国约华斯和耶罗波安二世做以色列王，南国阿玛谢和乌西雅做犹大王的时代。伫这个期间，南北国势相对稳定。阿玛谢做犹大王29年，伊的囝乌西雅在位52年。约华斯做以色列王16年，伊的囝耶罗波安二世执政41年。伫这段期间，犹大王阿玛谢战胜以东，占领西拉城，伊乘势挑战以色列，却互约华斯拍败，城墙被毁，犹大惨遭洗劫。阿玛谢的囝乌西雅接续做犹大王，收回伊拉他。约华斯王拍败叙利亚王，取回真济城市。耶罗波安二世接续收回边界的土地，对哈马一口直到死海。面对南北国稳定发展的华丽外衫，申命记学派的历史学家指出稳重的危机。犹大王阿玛谢虽然做上主认为对的事，却无拆毁山头顶的神庙。伊为着巩固权位，杀死所有政敌。阿玛谢阁毋听劝告，掠做家己真强大，无计代价，主动挑起对北国的战争。这是一场目标无清楚的战争。检采犹大王以为北方的土地是失去的领土，有机会就要收转来。伊主动挑起战争，最后遭受北国羞辱和洗劫，损失惨重。伊刀剑稳固政权的阿玛谢，最后遭受政敌追杀，
伫南方的拉结4点刀剑。若是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二世，虽然拯救人民脱离苦难，却是上主的背叛者，以做上主看做邪恶的事，带领人民做伙犯罪。历史是复杂的过程，当权者运用一切资源，想要左右历史。上主的律理却伫软弱的人性中展现伊的旨意。伟大的经济和政治的华丽成就，拢爱经过时间的考验。只有上主才是历史的审判者。若为政者无敬畏上主，只求满足家己的私欲，遮的成就拢只是短暂的，终其尾降服伫上主的主权下面。安尼的历史观点，也适用伫当今世界局势的演变，和当前台湾的危机。面对中国强大的军事和经济的威胁，台湾的基督徒是毋是也会当看出上主还伫掌权咧？另外，伫台湾经济繁荣的外衫下面，咱是毋是也看到稳状的危机咧？默想，现今的台湾社会面对倒一寡危机？现今的台湾社会面对倒一寡危机？咱来祈祷，掌管历史的上帝，恳求你赐予台湾人信心甲勇气，袂屈服伫敌人外在的威吓，会当谦卑伫你的面前，追求符合你旨意的国度。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